用省略詞彙去幫助記憶，有中醫喺背藥方、湯方嘅時候，都會用呢一種手法。就會綜合咗幾個字，就係已經綜合咗成方係咩㗎啦。呢條湯個名叫做五苓散嘅。如果背嘅話就其實得5隻藥嘅啫，但我哋只用5隻字已經綜合晒呢5隻藥啦。成首方歌就叫做白朮苓瀉桂，入邊已經包含咗白術啦、豬苓啦、茯苓啦、澤瀉啦同埋桂枝嘅。朱文漢啱啱讀完中醫，佢話要記實百子櫃裏面藥材嘅位置，就要有系統嘅管理。越方便嘅藥就要擺正中間。如果係有一啲可能係叫做補脾胃嘅中藥啦，同一類嘅中藥我哋會擺埋喺同一格度嘅。有時如果執起上嚟嘅話咧，可能同一條方啲藥其實係就係嗰一紮藥㗎啦。咁我哋就可以直接喺同一個櫃桶度落。喺呢一張台面上面放咗52張啤牌，一般人可以記到幾多隻呢？呢隻係3嚟嘅，3嚟嘅。跟住咧傾。讀緊小一嘅 Cyrus 連52張啤牌嘅樣都唔識，仍然好有興趣去試下。我俾你睇多次啊！試咗咁多次都唔得，研究記憶學嘅李玉娟就教 Cyrus 一啲圖像聯想嘅技巧去記啲牌。嗱，呢個菱形咧似唔似咧正方形啊？少少似唔似正方形？咁啊似唔似我戴住隻眼鏡啊？有冇聽過4眼仔啊？好留心聽住每個細節，再問翻 Cyrus， 佢好快就識答。戴住個咩啊？菱形幾多啊？係啦，叻仔嚟嘅。Cyrus 嘅爸爸話自己都冇諗過可以咁樣去記啲嘢。初嗰陣時咧，我就冇抱住乜嘢期望嘅，但估唔到佢聽咗10零分鐘之後，就真係記到喎。記唔記到？想記性好，仲有啲乜嘢技巧呢？下一節再睇。呢3行數字就咁立一立，你可以記到幾多個呢？單靠感官嘅短暫記憶，喺呢短短3秒，一般人未必記得晒。咁你又可唔可以認出呢2個字係乜嘢顏色呢？會唔會被文字本身嘅意思干擾呢？你背唔背得出呢一串數字？又可唔可以睇到當中巧妙嘅地方呢？原來佢哋係由1至9嘅平方數所組成。從呢啲例子可以見到，我哋要記得好，就要提升一個人嘅專注力。因為咧，如果我哋嘅注意力係好嘅咧，咁我哋對於咧嗰啲要記嘅資料嘅編碼同埋保存咧，都會比較係有效率嘅。咁所以咧，能夠點樣去提升我哋嘅注意力咧，都係好有效去提升我哋嘅記憶能力。人人都有自己一套嘅記憶方法，最常見嘅就係一組一組咁去記。咁例如，如果譬如話我哋記電話號碼咧，我哋好少話每一個數字一個一個咁去記，我哋多數都係一組3個或者4個數字咁樣去記，咁咧就幫助我哋記得比較好啲。要考一個人嘅記憶力，記數字係其中一個挑戰。喺世界記憶力錦標賽之中，記數字係比賽項目之一。我哋邀請咗研究記憶學嘅李玉娟參與一項測試。我哋首先隨意寫咗720個1或者0嘅數字，李玉娟用咗10分鐘去記，然後用咗半個鐘頭逐段背翻出嚟。你要睇佢個組合咯，咁譬如佢唔同嘅數字咧，0啊、1啊、001啊，或者1好多1咧，就有唔同嘅組合。咁當你見到一個組合嘅時候咧，你就將佢變成一啲嘅即係一啲畫面啊。舉個例子，譬如話有一行就好多1嘅，咁好多1咁嘅時候咧，我就想像一隻雞咧，就埋喺度攞個口咧，噔到7下咁啊，七個1啊咁之類咯。佢話將圖像作成故事比較易記。佢曾經完全背啱晒過1000個數字組合，理論就係咁啦。但係實際運作有時都會出錯。呢次測試佢記錯咗11個數字。原因係啱啱琴晚咧，我哋有講座，咁啱啱咧又記咗200個呢啲咁嘅數字啦。咁咧由於係琴晚記咧，所以我個腦裏邊仲記得好清楚啦。咁變咗咧有一行咧就同琴晚嘅方法我用係一樣嘅，所以就混淆咗。特別你唔夠瞓啊、攰啊，同埋有壓力嘅時候咧，記得最差嘅。咁所以有啲人譬如佢本身記性好，但係因為佢考試哇好緊張壓力咧，就記得唔好啦。佢都走得，人哋都咧就唔做得。如果你係打算你要練嘢咧，你真係騰空一啲時間，盡量將自己集中精神去了解，即係
你越集中精神咧，其實你嘅時間可能需要係越少嘅，咁你就越快對呢個文章咧係有了解有感情，咁反而練起上就仲容易。咁佢又話陳淑莊係舞台劇演員，3年前有一段演出全長10分鐘，一個人獨力背2000幾字嘅台詞，完全都冇錯。佢話自己記嘢有一個秘訣。將佢分開唔同嘅小段，咁每一個小段咧，你自己俾一個中心點佢，咁跟住咧，你又再將一個中心點一個中心點咧去串連落去，咁其實咧係成段咧係有個古仔有個軸心一路咁樣發展落去嘅，但係當然咧就係一定不能缺少嘅就係日念夜念咯。我哋又睇下佢點樣去記太陽系8大行星嘅名稱同埋位置。見到第一樣嘢，我記得個地球係排喺太陽字後3嘅，呢個本身自己知嘅，咁所以就好易記。咁跟住咧就將佢分啦。金木水火土咧我就容易記得，咁所以咧就跟住咧就用咗位置去記，咁就係2、5，跟住1、4就6啦。跟住咧到7、8啦，咁啊因為佢3個字我就分開記。咁咧我記得海天一色，咁啊跟住就海天就從尾開始嘅。